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娶可可？老何，给我闭嘴！结果呢？都是一句话：没有演戏经验。秦明是没有演戏经验，但是他有特长。特长？除了腿特长以外，那舞蹈算特长吗？算。舞蹈也算。再想想还有。漂亮，善良，算吗？你别忘了，秦明啊是海州剧院的话剧演员，曾经有海州女儿的称号。他和其他新人相比较，他是出类拔萃的。对呀，我怎么把这些给忘了？作为一个经纪人呢，一定要会望闻问切，对症下药。其实一个剧组，他在选角的过程当中呢，制片方、导演会有自己心目当中的最佳人选。当最佳人选没有选到的时候呢，会退而求其次。那你作为一个经纪人应该怎么样？你就要知道你的艺人最适合哪个角色，而不是他最喜欢哪个角色。我明白，定向推荐。棒哥真棒！哇，哎呀，我走了，这就回去改，拜拜。哎，本片在拍摄之初，何家班便与投资方达成共识，由何家班的一线当红小生刘一鸣担任本片的导演，负责现场执行，而何家班的创始人何顶天则作为本剧的艺术总监，整体把关。之所以在本片开机的时候没有公布此消息，皆因不希望外界给刘一鸣的导演处女作带来太多的压力。就这个，张志恒，你跳槽来我们何家班吧，我给你双倍的工资。现在验证了我多年前的一说。什么？什么话？你们两个是绝配。配什么啊？快点打电话通知宣传。敢说我坏话？告别昨天晚上一个人的悲伤，灯影透落身旁，倒影彷徨，仿佛时间轻河凝结不忍伤，他们挽手离开的模样，爱情匆匆告白，没太多的期待，我试着淘汰所有的依赖，带着爱的无奈走开，承认感情已经表白，相信你一个海浪般的夏天，一起肩并肩穿过繁华的夜。刘一鸣，或者说现在应该称您为刘导，恭喜您这部戏顺利完成。那么现在我就想问一下，观众看完这部戏之后，肯定有一部分人喜欢您扮演的角色，而另一部分人喜欢苏显赫扮演的角色，您是怎么认为的呢？我觉得吧，一定会。那么这是您第一次执导的新戏，您的感觉如何？感觉非常的棒。您对收视率有信心吗？像我刚才说的一样，观众。之前呢有流传这样一句话，说您是何家班新生代的导演，将代替何导，你觉得这句话可信吗？我觉得这个要看何导，他给不给我们这些新人机会，这个是肯定的。刘导在这部戏之后有没有想过说自己亲自执导一部属于自己的戏？我觉得要看是否有自己喜欢的剧本，包括喜欢的角色。那如果二者兼具的话，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尝试一下自导自演。老何，你一个人先回来了呀？因为现场还有专访呢。是不是累啦？给你倒口水喝啊。刘一鸣什么时候娶你？您胡说什么呢，老何？我是你爸。今天晚上准备怎么庆祝一下啊？来的正好。刘一鸣，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娶可可？
老何，给我闭嘴！导演，秦兵今天表现不错啊，很好。来，大家收工。谢谢导演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哥哥，祝贺你。谢谢。恭喜你可以接到江道的戏。谢谢。哎呀，我现在真跟做梦一样。我本来想着能接一些角色，我就已经挺知足的了。可是没想到，能跟蒋导这种大导演，还有像韩丽这种一线大腕合作，想都没想过。跟你说啊，这就是经纪人的技巧。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与其上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播的小制作中的大角色，反倒不如上那些大制作中的小角色。这样有几个好处：一来呢，可以多和大导演、大演员多接触；二来呢，可以增加简历的厚重量。最主要的是可以多露脸儿，脸儿一熟了，事儿就好办了。约我过来，不会是为了喝哑巴咖啡吧？我想好了，我要离开何家班。好，我明白了。这么多年，如果没有你在我身边，其实我很难熬过来。你更像是我的亲人，我的生命当中不能没有你，你对于我来说很重要。有什么用啊？这么多年，还抵不过你跟他见一面。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好好的想清楚，这一次离开，它只是暂时。我给你时间。来了。哎，来了，进来吧。好温馨啊！这里有你在海州家一样的感觉。想喝点什么？咖啡？不加糖。这儿可没那么讲究，只有3合1。我无所谓啊，在剧组生活惯了，不挑吃不挑喝。
这不是三合一，是我最喜欢喝的那一种。你不是要看我写的东西吗？给。我虽然不会写剧本啊，但是我很会看剧本。那我们先说好了，你可以提意见，但不许笑话我。你写的是喜剧？不是。无场次小剧场话剧，海风吹过。